春明姐，谢谢你让我们住这么好的房间啊！想什么呢？你们也配？这是我的房间，睡慢慢去。哦，对了，为了考验一下你们的工作能力，把我的房间打扫一下。翻什么呢？没有啊，擦东西而已啊。楚姑娘，还没有自我介绍呢。我叫叶儿，以后咱俩就是个伴儿了。以后啊，我们就是好姐妹了，大家都是一样的。你的声音，嘘，我骗他的。我觉得你跟我们不一样，你看上去不像是穷苦人家的孩子，为什么也来当丫鬟？一言难尽。不过，这或许就是我最好的归宿了吧。你们动作麻利点儿，废什么话呀！快点收拾！啊，你们手脚都给我麻利点儿。无情公子最爱干净了，活干干净点儿。楚林墨，你去外边把那个牌匾给我擦干净。知道了，春明姐。林墨姑娘，你没事吧？下次干活要小心点。谢谢无情公子。站住！你说句话我听听。太神奇了！我刚刚这么一叫，全都好了。哎呀，你这个死丫头，你还敢闯无情公子怀里？那个春萍姐，干活的事儿啊，还是我来就好了。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啊！那死丫头，你看什么啊？没你事了是不是？你干活去啊！小丫头，我收拾不了你们。那个无情公子，嘘，真是个好人。要不是他，你就摔惨了。是啊，他刚刚好帅了。干活去！快去！真面公子好。追命！公主，哎，公主，你在这里真好，
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找你。紫罗，皇姑母，你真是好大的胆子！到明月楼来的都是王公贵族、朝中大臣，要是他们回去跟你父皇说，在这里碰到你，看你回去怎么交代。皇姑母，人家这次来找追命，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说。哎，皇上只是说不让他来神侯府，又没有说不让他来这里。还有，他心中有姑姑，哇，对长辈的这种尊重，皇上肯定非常高兴。对，还是追命你了解我。父皇也真是的，为了匹破马禁足我3个月，至于吗？破马，那可是汗血宝马，举世罕见。你把它弄丢了，禁足2个多月，到现在还不知道悔改啊？那也不能全怪我啊。那匹马劲力足，跑得快，颜色又好看，本来是要带出来送给冷哥哥的，谁知道刚出宫没走几步，蹭它就跑了，追都追不上。公主说的对，试问一个普通人，怎么可能追得上汗血宝马呢？除非我追命。你还说呢？你跑那么快，你怎么不帮我把马追回来啊？哎呀，真是一物降一物。平时油嘴滑舌、自命不凡的追命，只有我们家公主才能治你。好了，你们慢慢聊吧。皇姑母给你去做好吃的。谢谢皇姑母。在宫里快闷死我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待会儿菜来了，不许你动筷子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些菜是皇姑母给我准备的。除非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。你不是又打听冷血的事儿吧？冷哥哥最近怎么样啊？他胖了还是瘦了？他最近累不累？你们聊天的时候有没有聊到我啊？公主，我堂堂一个男人，不会报告这些事情的好吗？每次交代你的事，你都不给我办好，你还是不是我朋友啊？既然是朋友，我们2个月没见了，你应该问一问，你胖不胖啊？瘦不瘦啊？累不累啊？不过，现在问这个问题，也不算晚。哎呀，好了嘛，你现在看上去不是挺好的吗？胖不胖，瘦不瘦，累不累，一眼就能看出来。你当我瞎了？哎，我再问你，那个讨厌的姬瑶花，她是不是成天围着我冷哥哥转啊？这个呢，大家也是在神侯府工作嘛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只是在查案，也很忙的。姬瑶花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他爹是个前监，我爹乃是一国之君，相比之下，他算什么啊？冷哥哥对他那么好，想起来我就生气。哎，我有一个办法，可以叫你不用生气。什么办法？倒不如转变眼光，重新看待问题。转变眼光？哎，与其喜欢一个不喜欢你的人，倒不如喜欢一个喜欢你的人。喜欢我的人，谁啊？啊！你说的是那些将军大臣们的儿子吧？哼，我跟你说啊，我看不上他们。我不是说他们，我说的那个人很高的，很帅的，很幽默，跑得很快的那个。哎呀，就算他们有3头6臂，我觉得也比不上我冷哥哥的英雄气概。我冷哥哥英俊潇洒，风度翩翩，玉树临风，武功高强。只有冷哥哥这样的人才配得上本公主。哼，你说的那些，全是废物。废物？只怕你对他是一厢情愿，他未必喜欢你的。你又泼我冷水！每次交代你帮我打听冷哥哥的事儿，每次都落空，还故意气我。我没你这个朋友了。奎西，我们回宫。是。啊。
蝴蝶，你先回去吧。谁？是我。你怎么来这里了？我知道你在这里运功疗伤，所以来看看。我没事，这里不安全，你还是快离开吧。没事就好。那我先走了。你是什么人？韩大人在里面办案，你们不能。都给我让开！韩大人，你们来晚了，这里已经由六扇门接手了。太师的尸体在哪？你没听懂我的话吗？这里已经由六扇门接手了，你们申侯府的人马上离开。你们谁敢阻止申侯府的人办案？尽管过来试试。韩大人，在下无情。六扇门和神侯府都是为皇上效命，京城官员频频遇害，如今太师一家又遭人毒手，实在是难以面对皇上的重托。京城命案悬而未决，不止神侯府如坐针毡，六扇门的日子同样也不好过。不如，我们六扇门的事就不用你们操心了吧？你主子还没有发话，哪里轮得到你在这里瞎叫？你说什么？准头，我倒是想听听他们还想说些什么。如果你们拿不出说服我的理由来，那就只能请你们回去了。六扇门关押四大凶徒不利，让他们逃走了，已经是非常大的过失。万幸，我们神侯府已经将四大凶徒歼退，这对六扇门来说，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。四大凶徒逃跑，我已经向皇上请过罪了。这件小事还动摇不到我们六扇门的根基。吴情，你这是自作聪明了。跟六扇门讲什么道理？简直就是对牛弹琴。大人，六扇门和神侯府如今都在追查此案，如果京城官员继续遭遇毒手，咱们两个地方同样都难辞其咎。不如六扇门和神侯府一同追查凶手吧。大人，这万万不可呀！吴情素来心思缜密，巧舌如簧，千万不要中了他的计呀！韩大人，我们追查此案已久，而且和四大凶徒也直接交过手，我们愿意与六扇门直接分享查获的线索。吴情，我不会让你的诡计得逞的。六扇门捕头听令。是。把他们4个赶走。放肆！没有得到我的命令，你们就敢行动？不知道六扇门谁当家吗？属下该死，属下一心为大人着想。六扇门和申侯府都是奉皇上之命保护京城，如今大案在即，两个衙门联手，也是无可厚非。多谢大人，以大局为重。韩大人，既然如此，
就带我们去看看太师府的尸首吧。不要以为六扇门会就此甘于屈服于你们申侯府。要不是为了案情，四位，请。凶手手段极为凶残，皆为撕咬颈部，导致被害人流血过多而死。之前尸体伤口都瞬间消失，为何这次会有？六扇门之前查案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。我们用六扇门特制的手横粉，保持伤口鲜润，无法消失。韩大人博学，冷血还要向您多多学习。只是奇怪的是，为何这次尸体上的动物味道会尤其明显？也是因为手横粉的作用，气味才得以保鲜。冷血，你能闻出来是哪一种动物吗？是不是蝙蝠的味道？应该不是，和上次一样，是有人故意用西域的香料做了掩盖。这尸体是我们申侯府的人发现的，还有你们六扇门的人，而且是你们第一时间发现这尸体的。你想说什么？难道想诬陷我们六扇门加香料来欲盖弥彰？我们并无此意。难道一连串的案件都是一个凶手所为？应该不是蝙蝠的咬伤。你们看这个伤口，大家可以看伤口的咬痕，还有脖骨的断裂，一定是大型动物所为。难道是有人故意假扮动物咬伤的假象，来扰乱我们侦查的视线？之前我们有怀疑过是四大凶徒的涂婉所为，因为他善于驱使蝙蝠，但是涂婉日前已死，应该不是他所为。如果不是涂婉的血蝙蝠咬的，那又会是什么人呢？王爷，狼族王子出现了。哦，这么快就有消息了？春童做事什么时候让您失望过？快说，身在何处？在一个我最憎恶的地方。你最憎恶的地方？难道说是在申侯府？正是。是四大名捕其中之一。他们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，千寻灯亮了。但是，四大名捕每天形影相随，从不单独出现。所以属下建议，想查出谁是狼族王子，必须打入申侯府中。要激活幻羽之势，现在只欠狼族王子的血。这一天我足足等了16年了。有了狼族王子的血，便能激活幻羽之势。今年正月15月圆之夜，就能打开幻羽石窟，拿到魔君舍利和鬼域奇书，我就可以练成绝世武功，天下唯我独尊，没有一个人能与本王匹敌。母亲，蝶舞，是更快要一统天下，替你们伸张正义了。
寸寸相思结成血，拱手河山报君恩。寸寸相思结成血，拱手河山报君恩。王爷，你知道吗？你写的所有诗中，我最喜欢这首。为何？这首诗道出了豪情壮志，却又温柔细腻，只是苦了一点。不过，苦一点我更喜欢，苦一点能让我更感动，让我能感受到你的温柔，感受到你的爱。拿着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的生死契约。我要这辈子只为你一个人跳舞。不过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要你这辈子只爱我一个人。我要做你的王妃。蝶舞，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家。看着我，难道我不美吗？你很美，这一切仿佛在梦中一样。我怕失去你，失去这个家。傻瓜，我不是一直在你身边吗？皇上知道蝶舞舞技名满天下，京城第一，所以想请蝶舞入皇宫，给皇上表演跳舞。怎么可能？蝶舞可是我未过门的妻子啊！皇上就是皇上，皇兄的脾气你也了解。蝶舞是我的女人，绝不能进宫。王爷，你千万不能把事情闹大，让皇上怪罪下来。我答应你，只挑这一次，好吗？好了好了，我答应你，只给皇上跳一支舞，很快就回来。你听我的。好。给。我家乡的汤圆儿，我亲手做的，王爷尝尝。吃一个。王爷想什么呢？我一想到明天你要给皇上去跳舞，我就……王爷别担心，就当是蝶舞出了趟门。但是皇兄好色。王爷是皇上的弟弟，我是王爷的女人。皇上贵为天子，最懂得伦理纲常。可是……别可是了。从小到大，
这块玉佩在我迷失和彷徨的时候，总会给我力量，也因此我能走到今天。现在我把它交给你，这样你安心了吧？你的主动和想法，总是让我无法拒绝。你放心，从今以后，我们成双成对，永远都不分离。你说的，那好，以后我只为你一个人写诗。以后我只为你一个人跳舞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烟花一束烛花针，含着尘世无情，折煞你一缕无魂。潇潇雨下，我一夜白发生。爱着杂家凤凰命，迎蝶舞姑娘入宫。张公公。蝶舞姑娘进宫，请公公好好照顾。王爷放心，皇上是不会亏待蝶舞姑娘的。哦，果然是绝色佳人呐！你说什么？哦，王爷，蝶舞姑娘真的好美啊！我只为皇上跳一支舞，很快就回来，你放心吧。那走吧，别耽误了好时辰。爱着芳华回忆，命运虽冷却的你红唇，漫漫岁月又何必再过问？落叶一层泪一层，你解相思是我们。相思是我们，理解相思是我们。张公公，蝶舞呢？蝶舞姑娘不识抬举。皇上要立她为妃子，她居然拒绝了。她人在哪儿？在这儿呢。她投井自尽了，就留下了这双鞋。寸寸相思结成血，拱手河山报君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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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萧瑟的风吹得人好疼，
是谁在蠢蠢欲动？漫长的夜，飘摇的灯笼，是谁在把光明歌颂？无情的人情深似海，铁铸的手打破苍穹。追命的人来去如风，冷血的剑划破长空。天地间风起云涌，只愿生死与共。爱与恨似幻似空，只想到一生沉重。吹得人好疼，是谁在蠢蠢欲动？漫长的夜，飘摇的灯笼，是谁在把光明歌颂？无情的人情深似海，铁铸的手打破苍穹。追命的人来去如风，冷血的剑划破长空。天地间风起云涌，只愿生死与共。爱与恨似幻似空，只想到一生珍重。风干的伤口还痛，苦与泪藏在心中。看壮志豪情如虹，用热血祭奠英雄。不管他是谁，我都会让他为你的死付出代价。王爷，请用茶。搁着吧。舞练的怎么样了？我还在学。还在学？就那么几个动作，你还在学？你告诉我，什么时候可以跳给我看？我教你念的诗呢，念来听听。寸寸相思皆成血，拱手河山，拱手河山。鲍君恩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就这2句你也念不完整，你是真笨还是没用心？你说，你说话呀！知道什么意思吗？这是蝶舞最爱的诗。他说这首诗写出了豪情壮志，却也不失温柔细腻，只是苦了一点。你说话！王爷，对不起，我真的很努力在学。我很想用心的成为蝶舞，我真的很努力的在学它，可是我永远都不可能变成它。这一点，我想你也很清楚。你必须要成为蝶舞。可我是如烟呢？你是蝶舞，你不是如烟，你是蝶舞，蝶舞必须是蝶舞。
楚离墨现在被安顿在神侯府，出逃秀女案我们总算是解决了。总觉得把他放在神侯府，万一被发现，你是怕被皇上查到？没错，为了一个出逃的秀女劳师动众，还要我们四大名捕放下这么重要的案件，我觉得皇上实在是有……哎，行了，咱们兄弟们是来喝酒的，不谈论朝政，小心你们的脑袋。说的对，是谁先说皇上的？是你啊？嗯？我觉得来了明月楼呢，就只谈风月，不谈正事，只谈女人，不谈长安，对不对？喝酒好不好？来，来呀！这才是好兄弟。黎墨啊，今天得空，我们出去转转吧。好吗？我们刚进沈侯府当丫鬟，私自出去，恐怕不太好。都来京城多长时间了？你一直在沈侯府里，看春萍姐的脸色，不觉得闷啊？哎呀，我也想出去啊，可是什么呀？如果是钱的话，我这有。哎，不是钱的问题啊，是我不能出沈侯府。为什么呀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春萍姐这几天头疼犯了，顾不上咱们的。京城特别热闹，黎墨，你就陪我去吧。哎呀，我真是拧不过你，那我就陪你去吧。哎呀，万一遇到了皇上……你说什么呢？我们这样的人是一辈子也见不到皇上的。那当然，皇上怎么会走在街上呢？我开玩笑的嘛。那我们走吧。我换件衣裳。换衣裳？嗯，安全起见。黎墨，你看你这身打扮，好多女孩子都在看你呢。是吗？来，搀着小爷我的胳膊。你从账房周大哥那儿借来的长衫，特别适合你。不只是长衫，连腰牌我都给借出来了。今天我要彻彻底底做回男子。哎，黎墨，前面那家店的羊肉串听说特别好吃。真的吗？嗯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来京城很久了？嗯。小爷我来还不到1个月呢。嗯。你来京城做什么？来神侯府之前啊，我几乎对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失去了信心。我觉得大家都会为了利益出卖自己身边的人。不过来到这儿，经历了一些事情，我才知道我之前的想法真的太片面了。不管过去怎么样，但对人对事总不能失去信心吧？嗯，特别是认识了你啊，来这儿交到你这样的朋友真好。我们一起吃苦，一起面对春萍姐的责骂，还有一起逛大街。没错，因为我们是好朋友，永远都是好朋友，好不好？嗯，你永远都是小爷我的好朋友。风车，哎，那个好看一点。啊，这边看看两位。哇，真好看。你挑一个吧。不了，我这个月钱还没发呢。我送给你呀。叶儿，你也没多少月钱啊。算了，我们别买了。我们现在是好朋友，不分你我的。挑一个。真的？嗯，那谢谢了。我要这个。好，老板。2文钱。真漂亮。嗯。这个红肚兜真漂亮。哇，摸起来好滑好软啊，穿在身上一定很舒服啊。这么柔软的肚兜，你未来的夫君如果摸到的话，一定会爱不释手的。你说什么？你好坏啊！你好讨厌啊！哇，你看这里还有胭脂呢。哇，好漂亮，适不适合我啊？这颜色特别适合。哎，来啊，照照镜子。你怎么不提醒我呢？哎呀，真丢人！这位公子啊，您的爱好还真奇特呀。哎，这有很多颜色，哎，随便选，随便选啊。怎么样？是男子就不能给女子买胭脂啊？
咱们走。去。哎，怎么都不提醒我呀？丢脸死了！对不起。没事儿，走吧。咱们一会儿去趟布房吧，说不定能买到好布料呢。两位客官要点什么？来2碗凉茶吧。哎，好嘞。你没看到那老板娘的脸呢，看我跟怪物似的。这位小哥，请问玲珑绣坊怎么走啊？哦，玲珑绣坊啊，您出了门之后就往左拐，然后再走几步，就到了。多谢小哥。不客气。